上安心，风台若来，就有风甲雨，真诶乡亲，若风甲雨要来时，拢会先去囤货，像讲青菜啦、一寡饼啦、泡面等等，是大家收钱买物件。啊，特别收钱买，这人数超市业者就讲，为了预防这款情形，即摆已经做相当诶准备啊。中台宣南路我台湾真近，连锁卖场工作人员无用试试，亲像泡面、四烧啊，拢有加补货。毋过烦恼拜六礼拜透风落雨，无方便出门，家顶的菜色差不多叫要互抢了了。真侪民众拢走来卖场囤货，大部分拢是来抢菜色果子和四烧啊，就烦恼收碗来会买无。现在台风天啊，是要来囤这个够粮食吗？对啊，就是在家可以开趴这样。那我看你囤了蛮多的，泡面或肉类之类的冷冻食品，反正就是周末顺便chill一下那样。多少会买一点泡面啊，看一些青菜等等。就给风台来菜起价，民众烧钱买，业者补货卖不加稀咧咧。多少买一点啊？对啊，因为没东西吃，风雨来了也麻烦。除了菜色类，亲像泡面、四烧啊，大家较会买。业者为着互人客拢买会着，佮补5成左右的货量，补充有够水、杂色含豆货，佮白底里含电力相关设备，互民众会当跟囤货来到风台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